無聊事認真做。咁前排我問咗大家，我究竟做啲咩無聊事好？咁阿肥就話咁喎。咁今日咧我就接受佢個挑戰，睇下條繩可以打幾多個結都跳到先。第一個結，第二個結，第三個結，第四個結，第五個結，第六個結，第七個結，第八個結，第九個結，第10個結。大家如果仲想我做啲咩無聊事嘅話，下面留言。拜拜。